講真，喺廣東一帶，邊個屋企冇煲過老火湯？細個嗰陣成日聽阿媽講，寧可食無餸，不可飯冇湯。仲有嗰句經典嘅煲3燉4，即係煲湯要3個鐘，燉湯要4個鐘。先叫正宗，先叫夠火候。我哋成日覺得啲湯煲得越耐，啲精華就越出，嗰啲肉味、骨膠原統統溶晒落水，飲一碗就等於補咗成隻雞落肚。但你有冇諗過，其實我哋一直堅信嘅呢一套老火養生哲學，可能正正係慢慢侵蝕緊我哋健康嘅元兇，甚至你碗湯煲多2個鐘，隨時由補品變咗毒品。唔係嚇你，越補越傷身呢句話真係有科學根據。細個飲湯飲到大，原來一直飲錯。我諗起以前返工辛苦一日，返到屋企飲碗阿媽煲咗成下晝嘅青紅蘿蔔豬骨湯，哇！成個人都暖晒，嗰種滿足感真係冇嘢可以取代。尤其係轉天氣，佢哋仲會加啲乜嘢五子無桃、土茯苓，話係去濕健脾。我哋個個都覺得呢碗湯係屋企嘅愛，係滋補嘅象子。但係近年睇多咗健康資訊，再揾咗啲科研報告嚟睇，先知原來我哋嗰套老火湯觀念可能錯咗幾十年。尤其係而家好多人有都市病、三高、尿酸高，飲碗湯真係要諗清諗楚啦。我哋成日覺得湯越老越正，但係科學嘅角度嚟講，煲湯超過2個鐘，個風險係幾何級數咁上升。煲過火嘅湯，飲嘅可能唔係精華，係重金屬。先講下重金屬呢樣嘢，你可能會話：嚇，我街市買翻嚟嘅新鮮豬骨、新鮮雞，點會有重金屬？咁你又唔好咁老定啦。就算係靚嘅食材，好似豬骨、魚或者某啲貝類海產，本身體內就會含有微量嘅重金屬，例如鉛、鉛、汞等等。呢啲嘢係因為佢哋喺生長過程中透過環境、飼料或者水質累積翻嚟嘅。只不過通常喺安全範圍內。問題係呢啲重金屬好中意溶落油度。當你將舊豬骨擺落水，用文火慢慢煎，佢3-4個鐘，隨住烹調時間越長，呢啲潛藏喺骨頭同肉裏邊嘅重金屬就會好似開咗閘咁，慢慢釋放出嚟，溶晒入啖湯度。有研究發現，煲湯嘅時間越長，湯入邊嘅重金屬含量就會越高。尤其係如果你中意落埋啲內臟，例如豬環魚、豬埋煲湯，內臟本身係解毒器官，重金屬殘留嘅風險其實比純肉更高。你諗下，原本諗住飲碗湯補下身，點知無形中成碗都係重金屬，飲得多，你話個腎點頂得順？腎臟係我哋身體嘅濾水器，要幫手過濾走呢啲重金屬，日積月累，遲早塞車死火。飲完湯頭痛，可能唔係味精，係嘌呤作怪。另一個更貼身嘅問題就係嘌呤。我哋成日聽人講飲得老火湯都會痛風，但係點解會痛風？就係嘌呤作怪。好多食材，尤其係肉類、內臟、黃豆類食品，本身就富含嘌呤。喺長時間高溫煲煮嘅過程中，細胞破壞晒呢一啲嘌呤物質，就會大量釋放溶解喺湯裏邊。有研究指出，煲湯時間超過2個鐘之後，湯入邊嘅嘌呤含量會急劇上升。你飲一碗老火湯，隨時等於食咗幾嚿肉嘅嘌呤量。嘌呤入到身體，代謝完之後會變成尿酸。如果尿酸水平長期過高，多到排唔出，就會開始喺血液入邊結晶。呢啲尖尖嘅結晶體會積聚喺關節度，搞到紅腫痛，就係我哋講嘅痛風。唔好以為唔痛就冇事，最慘係呢啲尿酸結晶仲會走埋去腎臟，塞住腎小管，慢慢形成腎結石。嚴重嘅話會損害腎功能，甚至引發腎衰竭。好多腎科醫生都講過，廣東地區慢性腎病特別常見，同我哋成日飲老火湯呢個飲食習慣有好大關係。嗰陣陣嘅奶白色其實唔係骨膠原，係脂肪。講開又講，你係咪成日覺得煲到啲湯奶白先叫正？好似豬骨湯、魚湯煲到成鍋牛奶咁，就覺得一定好補，啲骨膠原出晒嚟。其實咧，呢個觀念都係錯晒。嗰啲奶白色根本就唔係乜嘢骨膠原，而係脂肪，係肉同骨入邊嘅脂肪，經過高溫同滾動乳化咗，變成懸浮喺水入邊嘅微小粒子，光線折射之下就呈現白色。你飲落去覺得香濃順滑，其實你係飲緊一啖啖嘅油。脂肪高唔使講啦，如果咧煲湯仲要係落咗大量嘅肉類，再加啲豬皮、
雞腳一齊煲，咁就真係肥到流油。長期飲呢啲高脂肪嘅湯，唔單止會肥，仲會搞到血脂高、血管塞，對心血管健康構成嚴重威脅。尤其係啲本身已經有高血壓、高血脂嘅朋友，真係要忍忍口。落足藥材就係養生，隨時相沖添。仲有啊，我哋成日覺得老火湯一定要落埋藥材先夠補，呢度放幾嚿雞骨草，嗰度放幾片土茯苓，再落啲黨參、圓肉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呢啲藥材本身都係藥，係藥三分毒，煲得太耐，藥性會變。有中醫就講過，好多藥材，尤其係補氣嘅嘢，好似黃芪、黨參，其實唔適宜燉太耐，通常煲30-40分鐘就夠。煲得太耐，有效成分會破壞晒，甚至可能變到有害物質。而且你唔知道自己體質，亂咁落藥材，再加埋長時間烹煮，可能會將藥材入邊某啲唔好嘅嘢都一併煲出嚟。就算係好普通嘅淮山杞子，都唔建議同肉類一齊搞3-4個鐘，隨時補唔到身，反而加重咗身體負擔。尤其係煲俾小朋友飲嗰啲，更加要小心。好多時大人飲乜就俾啲乜小朋友飲，但小朋友嘅腎臟同消化系統仲未發育成熟。老火湯入邊嘅高嘌呤、高濃度嘅藥材成分，對佢哋嚟講可能太濃縮，好話好真，分分鐘搞到佢哋消化不良，甚至影響發育。咁到底點煲先至好？講咗咁多壞處，唔通以後唔飲湯？咁又唔係，湯水對我哋華人嚟講，除咗係營養，仲係一種情感寄託。只不過我哋要同阿媽同自己灌輸一個新觀念：煲湯唔係鬥耐，而係要講科學。其實要飲靚湯又想健康唔難，只要改變少少習慣就得。一、控制時間，煲湯真係唔使煲咁耐。一般肉湯水滾之後轉細火，煲個1個半鐘到2個鐘就最理想。超過2個鐘，嘌呤同脂肪含量就會明顯飆升。如果係煲魚湯或者滾菜湯，半個鐘至到1個鐘就搞掂。二、飲湯食渣，千祈唔好信晒營養全喺湯度。呢一句老話，其實湯水大部分都係水、蛋白質、纖維呢一啲核心營養，仲係留喺舊肉同配料入邊。飲完湯一定要食翻啲湯渣，先叫均衡。三、材料處理，如果真係想落藥材，建議好似中醫講咁，藥材唔好由頭煲到尾，可以將藥材先浸泡，等湯煲咗1個鐘之後，先連水打藥材倒落去，再煲多半個鐘至1個鐘，咁樣藥效先出到，又唔會過火。四、去油減脂，湯煲好之後最好擺一陣，等面頭層油浮晒上嚟，用湯匙撇走佢，或者用隔油壺隔一隔，咁樣碗湯飲落冇咁油膩，對腸胃同埋血管都好啲。五、認清自己身體，如果你本身已經尿酸高、有痛風、腎病或者高血壓，老火湯真係可免則免。尤其係肉湯同內臟湯，想飲湯可以揀啲簡單滾湯，好似番茄薯仔湯、冬瓜瘦肉湯呢類，快靚正，負擔又冇咁大。寫到呢度，我望一望廚房嘅湯煲，諗起阿媽以前朝早開始煲湯，煲到我放學翻嚟嗰種味道，的確好懷念。但與其飲一碗充滿隱憂嘅老火毒湯，不如我親自教佢點樣用新方法煲一碗又快又健康嘅新派靚湯。時代進步，我哋嘅飲食智慧都要更新下。養生嘅嘢唔係鬥邊個煲得耐，而係鬥邊個飲得精明。大家下次煲湯前真係要停一停，諗一諗。為咗自己，為咗屋企人，不如試下將煲湯時間縮短少少。你會發現，原來1個半鐘頭嘅湯一樣可以好好飲，而且飲完個身體冇咁重，成個人舒服晒。畢竟真正嘅愛唔係用時間去煎熬，而係用智慧去守護。